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企业上爱用的大学分别是成大、台大、大科大。这几年来，原本读文科转理科的学生嘛愈来愈多。大科大校长是表示，这半导体相关的科系较免惊招募学生。即卖科技发展了真紧，学校和国际大公司合作已经正做趋势。人工智慧毋但是即马科技产业的趋势，袂少大学生嘛抢攻 AI 热潮。国内有学生先用无人机加 AI 数位科技，开发出监控系统的 App。在未来的可能 Junior 的工作会越来越少，大家还不会去学习如何去使用现在比较基础的 AI 的工具的话，其实在未来说很容易就是找不到工作会被淘汰。人力银行调查指出，企业上爱的大学前5名，包括成功大学、台湾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也有阳明高大甲清大。显示伫 AI 热潮，科技大学嘛小正开办。有校长坦白讲，因为半导体产业需求人才真悬，半导体相关科系嘛真互学生囡仔介意。蛮明显就是现在资讯电机相关的科系半导体相关的科系的招生大概都是非常热门，跟国际大厂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尤其是现在以 AI 跟相关的软体的发展，它几乎是每年都有新的技术出来。学生积极培养自我实力，不过伫企业这边是看重毕业生这个特质，像讲工作态度、沟通的能力，也加团队合作的精神。调查发现，认为应届毕业生伫抗压、沟通，也有工作态度这方面，拢还有进步的空间。文转理组的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虽然是越来越多，更多的反而是可能是双主修，有可能在大2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些企业主，开始去实习。人力银行表示，比起较早伫大学时期重视所学到的理论，即马较看重实作。望伫毕业了后投入职场，会当甲学到的通运用，缩减职业适应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